年甲亲像狗，知无吼？阿公阿嬷拿海头，还有这个是温顺的吼，是不是？这个颜色现在还是，像我用这两下，这两手打油诗来甲咱这个来宾来见面呢，各位，恁今日是中华环境教育促进协会人，咱就爱讲啦。环境虽然我你也是我靠我是老岁仔人啦吼，所以我感觉你较少年的，安尼有少年无？少年无？少年咱做下来出来就做那个对对吼。后来头前迄个所在有小溪沟，过来太平啊，小溪沟，这条就是大家讲，咱就讲到以前就大工业去上做电镀那个水龙头排放，当初迄个污染源就大了。造就到，所以当初三条溪沟伫咧北就北就是洛江溪，过来就是咱这江水溪废水，过来就是咱这自然体啥带污性的污染。如果经过几年来一个检验了啊，所以这大条溪我感觉讲上出名就是安尼，啊不过无出名是所在啊。中国的耳塞甚至也小到马来西亚，小到还有各地云南，小到马祖耳塞拢有来哦吼。不过咱这个是环境教育处理协会，但是我来讲，耳塞是渐渐无去管理，互你大家听好。好，啊，等下吼，而且要讲的是，咱这是一个体验的所在。咱讲什么？蚵仔真贵，有人捌即款蚵仔是安怎饲？等下大家拢会使去遵守我一点的规定哦。健康开我讲，等下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若去喝水？来到中六去看。来，跟我要，来，把你的嘴巴先暂时停止，让我讲一下好不好？看了，好，你看。我跟我要，三界生态合作台南市市草野生动物保护局。原则这个这看起来不是没有什么建设，就是要恢复它原来的样子。我叫我讲，今仔日今年来，8年来拢知伊这熟悉所在，所以你也甲变化者。太阳板做起来，你也教的过来啊，这个造型吼。二来，万一你给它的冬候鸟一直是末期啊，它末期再把那个那个铁棍能够中力啊，还没比如那个棍都係中力的，你啊红山搞到大啊，阿姨研究啊那个叫台湾的米鲁来，喜欢它椒啊，爱茶锅花生，它有一个2个字的名字叫做千禧，为什么它要千禧？你做来呀！你的架头水呢？哦，起不起来哈？啊，你个真做，你放个紧的哦。哦，这现在的金色水的。来你看到哦，你两位高高，黑龙旗上北旗对，啊，你两个往位再带，会，交爱心，就对台湾讲出来不平的，以免你生，一定要规定放下你的所在，啊，你东海再放下这边，哦，辽东放下那边叫我都先，哦，啊，你是你了是等于第一项就是做最。等于了是就是做酒，有呢，哦，甲寄出来，啊，今年有咧，都慢慢拖起来，经过3、4个月了是，今年9月底、10月底伊就回来台湾，当年咧，3年。
个环境的造成还是因为当初这个若做是西南沿岸就一直西边这边最西边这边这个海域真的是重大的污染，以及当时我发现这只黑面琵鹭，当时发现就不到200只。后来根本咱的荷兰的焦类来调查的是，包括日本甲公布这个名称，这个黑面琵鹭的是开始逐渐形成一个保育。保育啊，经过40天了，即摆目前世界超过6000只左右。啊，以今年来讲，陪伴咱只超3800只左右，这是带来一个福气哦吼。所以3800只，各位，全世界6000只是这样少40天，少，爱变40天呢。经过这40天的保养，咱才还是少的哦，哦，爱记哦吼。所以咱大家靠做啦。所以因为有这只鸟啊，就有这土地甲保育落来说，人讲鸟来的所在，就是咱人住的好所在，就是安尼。鸟类代表一个什么生态指标哦，爱记得哈。大家这是咱要进入咱的最重要的这个哈。你若来到阮台南，后摆你也要找我的是讲，哎，你带来去恁台南吃后花园佚佗，台南吃后花园伫遮，毋是公园哦，伫遮爱坐船来来就来。这个叫啥？水上森林吼，来，大家都会使去。咱咧先尽量久来，莫挡着船长，头前个医院买来坐哦吼。你要坐去面对防护上，叫人家你收拢无要紧，就是不要挡到船长的路径哦吼。后来，咱这要看。这是咱目前台湾的4种红树啦，就是早期咱台湾的红树啦，红树林有6种，哦，一种叫细蕊红树，一款叫做红茄冬。不过这2种伫咱10大建设了，伫高雄港被它破坏殆尽。现在我听还有学者在说，有人在复育的时候阶段哦，但是我没有看过这个东西。但是红茄冬我都看过，红茄冬长得它的花就长得像螃蟹兰这样子，很漂亮。但是它是形成的果，那个胎生苗就像咱这摆啥。咱即摆看起来秋葵很像，哦，这个好，来个家那边看的4种红树，第一种来看你右边这就有做海茄冬、海茄冬。咱的南部这地名高雄，我就叫茄丁草西茄丁，就是用这个命名，因为它很容易长，在我们的潮间带地来都很容易长，尤其它最大的特色来看叶根，有看叶根吗？叶根往上长，其实它的根一个是往上，一个是往下，下面的是给它摊地着住，上面的是呼吸的。这个叫做棒状呼吸根，这一条根路安尼垂拢超8米左右，安尼要交叉出来，所以伊会甲土把甲掠掉咧。不过伊食的是这个海水，海水内底有盐，空气少，所以它就有这个根系是上来呼吸的。你看看地质啊，你看这里。快进来了，快进来了。还没完成，来这里，把这把拉起来，来，豆总漂亮了，这豆皮要亮了。1、2、3，啊！来，